OK。等下哈。稍等。好。来，再来。1658年2月初1，拜五，天气悠然温和。中岛透北北西风运收的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寄来一张批，甲阮讲伊伫咧本个月应该是正月啦吼，正月5下吼。我本个月2甲25号，因为本个月拄则开始尔嘛吼。2甲25号去过迄个山区，伫咧遐，互本地社、但阿修社、嘉明社甲古老社联合起来，咱来查一下这三社吼。当然，这是第3嘛吼。Hendrik Norden 应该是第3。来看一下这什么所在？本地社。Google 找无，但阿修社嘛是无。其实我是用迄个DuckDuckGo， 但是DuckDuckGo无，所以我即卖用 Google 查。Google 有呢 ，Google 有查到，但阿修社。好，是安尼写吼。这什么所在？这个故事真长呢。讲混吧吼。这个故事要安怎讲起？好来。咱咧写小说啦吼，我就只好安尼读吼。讲伊一开始一个人，迄个是头目扎马克忧心咧讲，即个单里的水愈来愈少了。即几年这个怎讲？蚵仔细粒蚵仔安尼讲，甲小米吼，细粒蚵仔甲小米欠收吼，就是收成歹。附近的树林拢拍袂着物件吼，部落内底真侪人破片，拢无法度好转，纷纷来左邻报道吼，所以互头目扎马克是真烦恼。经过侪摆的修协会吼，雨神拢无露面吼，就是拢无落雨啦吼。这时来解释讲，
巴达干家族千年来对各地保安顾好地啦吼，迁徙到加布隆，就是即嘛曼联的新厝村，爱感谢这是读做加强社吼，加强社是即嘛打太武乡嘉平村吼，哎呦，迄个嘉平是毋是嘉平社吼？可能哦，着爱感谢加强社的宽容甲慈悲，收容阮住伫因的传统灵血之上。加强社若收容阮，伊即个加强是顶头一个石头，下底一个水啦吼。我会记即个读做墙啦吼。当然，即汉字这是我查一下啦吼。今仔日字是可能会读较慢的吼，因为即段故事看足长的，来看觅啊吼。因为这里我一直copy画落来。copy， 无度，有伫遮。copy 几啊遍。好，来，哇，无来找甘字典，顶头一个少字，下底一个水字，读做盾啊，甘字典读盾啦吼。我较早是人用迄个算会意啦吼，会意就是做字原则，讲最强石头。读做墙，但是我记得是水写顶头，石头写伫下底。即字读盾吼，加盾社吼，我也无确定啦吼。我看汉典，查一下汉典，查一下孔乙字典啦吼。蹦，读做华语读做蹦啦吼，就是胖脯嘛吼，蹦。胖脯是翻译词吼，胖脯是外来词吼，帮脯吼。这是拄读蹦，一种机器会当甲液体或者是气吼抽出来，或者是吸入去吼，水泵吼。英语就是 pump。所以，这字汉字是毋是古早时阵就是外来词，我都毋知啊吼。但是我看比如讲孔乙字典，伊无写音呢。但是，比如讲客人腔海陆腔拢读做吨。后来，这是国语词典吼，我毋知国语词典是毋是？伊讲是一种用来增加液体或者是气的这个压力，互伊输送流动的机械，是英语 pump 的音译吼。所以，这个石顶头一个石头下底一个水，伊的音读做蹦的时阵，其实就是英语的这个 pump 的音的音译啦吼。所以这伫咧大清的时阵，都安尼翻译啦吼。虽然孔乙字典有收啦吼，但是伊无写孔乙字典的音是安怎读吼。
完全无空空吼，我地到看到迄离空空的，应该是这里应该是无久啦，因为其他什么无什么动温啊，什么哇，古早时代离音的拢无吼，所以这里可能历史可能才100多年尔，计吼。好啊，转来拄则迄篇小说吼，讲小说讲啥？讲加蹦虾、加蹲虾吼，我毋知影这到底要读做啥物音啦吼，用即字安尼吼，真咧天才啦吼。伊当做大家拢会晓读，我都读袂出来吼。讲咱就读做读做 pump 吼，读做加碰虾吼，加蹦虾毋若收容稳吼，也收容对海上金狮岛，就是小琉球遐结合有性的拉美人吼。伊讲，当五拉鲁子研究处的泰武传民，就是有拉美人的血统。这参考吼，我毋知伊对来吼，伊小说嘛吼。抑个有远古时代的罗发尼奥家族，就是即嘛来义川头目因即个家族吼。讲头目早仔对族亲说明全族的来历，以及感谢加蹦社吼。因为部落的水源地，就是即嘛即个水过，这条做啥？洼地迄个洼吼，伊可能是要写窟吧，但是用即个是要怎读？洼地即个洼哩，读做洼吼。做蛙，大理大书店有收即字无？嘛无。好，转来小说家讲，因为部落的水源地就是今仔日的即个水龟洼吼，伫咧太武乡武淡村面遐，即个水源地逐日咧消失，因此为着要续命。早仔去必须要带领着族人找着新家园，大约行了一个一天啦吼，一个日时吼，行了一天，来到一座树林前，后来称作南林，就是即嘛潮州镇树林里的八大森林园区。这屏东遐我才无熟啦吼。林中各处不断冒冒出即个泉水吼，问出即个泉水问啦吼。众人欢喜，决定要踮遮建立家园，但是早嘛去头目不断四处来勘察，来来回回咧行思考，然后透过即个诗混吧来表达即个。即个水源的确是充沛吼，但是南中的即个会当拍拉的物件吼，即个精神然后也真多，但是面对日出之地，无会当防守的天然的屏障，要是爱请守护神带领阮去找另外一个所在吧，分吧就徛起来。歹势，我拄则浪过一段无读，就是讲，因咧找新家园，结果守护神分吧，吼，有发光的即个黄金色的即个坡吼，坡甲门啦吼，顶头有侪厝，一块一块即个新的记号，将会担任找水源地的带路信使吼。就是那天使啦，引出啦吼，正族亲就派去家厝的石帮，因厝摕因即个起厝的即个石帮，以及各类的物件吼，就是厝内一寡杂碎啦吼。
浩浩荡荡哈，这个都不要换了哈。的分白西行，大约行到一个白日吼，一个日时的时间，一个白天嘛吼，来到一座森林头前后来这我都读过哈。好，咱继续讲来讲，伊就讲啊，你个这个所在是有水无毋对啦，但是会当拍啦嘛袂歹，但是无即个天然的屏障吼，屏障还是屏障啊？障碍。监理点。读做障屏障吼，障第三条屏障吼。看大理大书店有收即个汉字。障碍吼，毋是歹势，爱读做障碍吼，障碍。第三条变第二条吼，障碍。好，讲即个所在无天然的屏障嘛吼，所以呢，拜托即个守护神，拜托即个分霸啦，拜托去找一个所在吼，分霸随徛起来。甲身躯甲紧起来，小我伸一个即个要来讲伸懒腰啦吼，伸懒腰我袂晓讲吼，开始即个太阳神的角度来行去，就是东啦吼。众人连绵来赶路，因为伫此地休困，无法度知影敌人会对何方袭来。对什么是方向拍过来了哈？一直到山岭边出现白光，众人对一个河谷边仔的小蜡景、拍拉的路景哈，开始上架哈，开始爬架。伫日出的时阵，顺利到山顶一道平台，分白行平台后面的树林，头发甲这丝随滚倒。迄个行过然后看见一个水墙吼，小瀑布吼，水墙下底段即个潭水真清吼，清澈吼，澈是读做澈哟。清澈。读做铁吼，铁含铁底迄个铁是同音啦吼，铁 THIAT 轻铁吼，查一下大理大书店无收哦。转来小说家讲，即个水墙下底潭水清澈。分霸真欢喜来啉起，来开始啉即个潭水，然后伫咧潭边倒落来，按怎叫拢无想要叮当，头目看着安尼看到遮，就这是讲安尼就是遮咯。随即号名叫做陈阿修吼，为着要读陈阿修这三个字，头前读一个故事遮长吼。陈阿修写，下底有空虚台湾有图，看是毋是有即个陈阿修写？这你是你装笑的就对啦，附一个图结果遮细白去，会当甲放大，放大嘛是无看到字放大，但是字遮细吼，字遮雾啊吼，袂要紧。空虚台湾有图是网络顶找得到的吼，毋是啦，网络顶无一定找得到啦，找看觅啦。因为我较早捌找过阮麻园吼，我故乡我伫咧空气台湾有都嘛有看到吼，所以我想讲是毋是就是网络顶有，但是无一定。我看的是拄看到人甲做一柜仔落来安尼，拄有迄角啊顶头都有阮麻园安尼。空气台湾有图。
看起来是无。这袂当，空气台湾有多无？安尼另外一个方法，较早我有知影一个网站，但是这个网站叫做历史地图，历史地图。台湾100年历史地图，吼，但是内底敢若无空气有道理，因为这无比例嘛，无法度套图嘛，无像迄其他日本时代做做地图，拢因为有。会当套迄个比例吼，所以会当直接套啊。这绝对无法度吼，因为大清的时代画迄地图，迄种哪里画放假咧吼？无法度，应该是无。啊，真可惜，好等下收声啦吼，应该是咧等空气台湾有图顶头有看到，然后伊再附一张图遮。我来佮放大者，佮看觅。但阿修无看到。我连这到底是啥物所在看袂出来。啊，若无会当用这地名来查。无安尼好。但阿修加上。空气台湾有图，安尼看找到诶。嘛无。找到啊！空气台湾有图，但是这个无图。有会使放大吼。你若有兴趣来看，即嘛我写即个即个直播的画面吼。会当放大。伊迄个图是伫倒位？我看是应该是伫即只屏东即只吼。你拄则讲的拢伫屏东嘛？讲的迄地名拢屏东。下淡水社吼，咱定来咧读即个两野城日志吼，讲起即个下淡水社，遮有吼，空气台湾有都有画出来。下淡水社、淡水社、塔楼社，这是塔楼哟。我看问伊是写啥物楼啊？离汉你个袂晓读，我已经放啊上大。阿狗社吼，本地山拄则读到一个所在叫本地社吼，本地社吼，
伫空气台湾有都有本地山吼，伊写本地山人食不到吼，人食无人无行骹到的啦吼。哦，所以即个你看空气台湾有都吼，会当看即寡咱定定读的即寡足熟悉的即寡社的名吼，家庭社、绿绿社、放沙社吼。当然这地理的位置这是参考尔咯，绝对是袂准的啦。我知影这绝对袂准啦。相对位置会当参考啦吼，比如讲某咪社是伫某咪社的南边啊，北边参考尔吼，嘛无一定正确吼，有时伊会位毋对吼。为什么我知影？因为阮网友我知影伊就位毋对，我足熟悉的所在，伊位毋对，我一看就知影吼。伊真正写迄个顶头一个石头，对一个水，即个蹦，我都要读蹦嘛，王蹦山人迹不到，嘛是安尼写吼。所以拄则即个本地社蹦山单啊修社，应该是伫咧即内底啊，看袂着啊，因为伊无写嘛，毋知伫倒。无单啊修社啦吼。大德基社吼，大德基咱嘛定来读着吼。好 ，OK。基后吼，这基后信吼，打高信，信是啥物意思？信应该是有驻兵的所在嘛，都兵营的款啦吼。基后是古早名吼，我最近看 Fresh 写讲，有人写讲奇怪，为什么人即摆人叫基丁吼？其实因讲因在地人拢讲基后，即摆说拢变基丁吼。打狗就是伫即个，你即嘛伫你若去高雄伫西雅湾迄遐要坐船迄遐吼，蛤蟆星啦吼，或者是无应该毋是蛤蟆星，应该是讲伫西雅湾迄边吼，较早即只叫打狗啦吼。好 ，OK， 歹势看了地图，我就挡袂牢吼，就即想要看吼。我真正就爱看地图，我自细汉就爱看地图。你知那个我最近的时阵吼，阮厝的迄只纸袋顶头一幅台湾地图吼。即种纸袋足顺常的，你伫每一个经国校老师伫教室内底，老师头迄只袋顶头，若毋是台湾地图，就是世界地图啦。阮兜买迄只是顶头一个台湾地图，我就爱看迄台湾地图，安尼看。就是讲，足侪地名，我是较早自细汉咱咧看迄地图，就知影安尼吼。所以我就爱看地图。好啦，即个空气台湾有图抄本来，我看这是要安怎分享哦，各位啊。copy， 我着相款用我的 email 寄出来，寄互我家己。Compose， HK， Ctrl V Send， 来开下我的 email， 春文吼，深蓝腰。感谢Sunny。Copy URL。空气台湾有图。好，这伫收伫故宫啦吼，
高雄博物馆内底有原本啊，你若有兴趣，你去啊。我毋知有即嘛中迄个常设店，毋知囥伫常设店无？应该即种物件囥伫常设店嘛，大家拢看会着，逐工去看吼，逐工去遐林北台湾吼。哦，小雪对哦，小雪看甲已经看陈阿修这3字啊嘛吼。走对。哇，小雪才无去。Comment C Google。这是我即摆读的这篇是大武山脚下的三国志，分霸岭路陈阿修吼。网络顶迄个人才足侪啦吼。因为我即种故事，关系到即9位我都拢毋知吼，人伊就写啊遮清楚。陈阿修写300年前建社，因毋知影拄经过即个河谷，是隶属伫加拉阿夫斯社的传统领域，因此呢，日后两社定定发生战斗，渐渐成做世仇吼。好，下底我就无爱读啊吼，下底佫一半我就不爱读吼。反正你，互你知影讲陈阿修社是地图看袂差，我嘛毋知影，因为图拢无吼。哦，我伫就是知影讲本地社吼、陈阿修社、嘉平社甲古老社联合起来，咱转来历史社啦吼。讲阮受到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寄来一张票，所以即个毋是伫落山迄边的政务员咯，是屏东遮的吼。讲伊伫个本古月吼，21号甲25号去过迄个山区，应该是顶古月啦吼。伫咧遐吼本地社吼，即个本地应该是咱都要看地图写本地啦吼，地就水池迄个池吼，3点水。本地社、陈阿修社、嘉平社甲古老社联合起来。倒落社人甲倒落社人对嘉平社人的一寡纠纷，因为嘉平社人无来，无法度人为因调解吼。即个政务员感觉讲，伫迄个山区会当找着 Lapis Besar 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结晶，伊拍算做军会甲迄寡物件的散布路吼，样品寄来取对吼。我等下看一下下底注卡啦，我毋知啥物拉比斯贝萨含类似的结晶，这是啥物晶？结晶是啥意思？好，来下底注卡第一条讲 ，Lapis Besar 根据 VOC Glossarium， 就是 VOC 的 Glossary 啦吼，应该是啦吼，就是树类啦吼，树类的即个即边来讲。树类glossary， 我袂晓讲，就是你一本书，伊伫书后壁，伊会甲即寡名词，譬如讲按照 A、B、C 安尼排咧一个名词啊排出来，啊后壁标注讲伊伫对一页当找着即个名安尼啦吼，即个 glossarium 吼。VOC 有一个 glossarium， 我即马才知吼，伊顶头讲根据 VOC glossarium，Lapis Besar。即条是讲是对某一寡动物大肠吼内底所处理一种听讲是有解毒有效的结晶吼，所以为什么叫结晶？即嘛知影看有啊吼。对波斯的山羊港所处理的特别有名，即种结晶可能就是清代文献所记载罗道石。罗道石啦吼，鹿啊道啦吼，鹿道石吼。丁小鱼杜东瀛实录约，就是丁小鱼所写的这本《东瀛实录》内底有写讲，罗道石是出老鹿的
途中，以其食草念沙，用结正道，结做一块一块啦吼，坚如圆石，磨接充福啊，磨接充福，磨之充福啦，就是福是食用啦吼，食药啊吼，会当疗心气给耶诸症吼。会当治疗心气过也是去解掉了吼，心气过夜吼，迄种各种症头吼。我下底无爱阁读啦吼。讲即个政务员感觉讲伫迄个山区会当找到即种蜡笔白沙，或者是其他类似的即个结晶。等下我看一下时间，我摕一下。哎呀，专工买一寡即种青熬的即种糖啊。迄个政府员讲，感觉会当找即种物件啦吼，所以拍算最近会甲迄寡物件三浦路寄来台南遮啦吼。阮今仔日就要互即个要甲即个政务员回批，命令伊讲，伊也认真去找即种结晶吼，也爱寄一寡当地出产的地膜的样品来，并且来探听是毋是会当以100斤。4厘耳到5厘耳介绍买着含即个三浦路烧香纯正的即种地膜哦，若是会当，若是会使，哦，以便讲若是会使，就要尽量较紧买来送去巴达米亚来试卖。政务员 Nicholas Renius 顶个月29号对 Taki Guasia 写一张批来讲，伊带领伊身边的荷兰人60个。打靶社人、18个高文社人、50个山区的人，甲人数上侪低落山社的人，低落山、自落山吼，即嘛后来拢误读啦，读做自落山。你若看荷兰时代的写音是读做低落山吼。讲伊带即寡人呢，经过4天相当艰难的旅程，总算去到遐，去到迄个塔克国社吼，即毋知啥物所在。好。伊伫遐呢，调集含公司为友的邻近几啊村社的长老吼，其中有一寡人来，即寡人对塔克国社的人，非常complain 抱怨吼，毋是抱怨啊，抱怨是华语的讲法吼，非常的怨言诚多啦吼，即寡人对这塔克国社怨言诚多，讲。他去国社人伫10天前非常苦，伫路途中杀死2个含阮友好的村社，就是阿伯全社的人吼。所以因着咧念即代志，伊将会命令即个他去国社的人逼屈来其他村社的人请求和解。若无，将会发动伊所带来的人用武力去强迫伊屈服。伊将会遵照阮的命令，通知迄一甲位啊友好的村社，伫3月18号要来出席地方会议，也会去登录迄寡村社的查甫查某甲囡仔的人数。所以后个月要开即个地方会议啦吼。啊，真可惜，咱读袂着啊！吼，互我欢喜一下吼，我就看了要读电话，伊就带咧等哦。哦，迄个希腊人基哥咧，伫遐真愉快，真欢喜吼。伫遐有特殊的工作，被当地的人所爱戴尊敬。超过任何一个长老。好，故事讲到这，今仔日这个故事
写到遮尔吼，过来记下。有一只庞船出航前往厦门，坐60个查甫载去。等下吼，咱顶头这故事是讲啥？讲伊收到政务员 Hendrik Norden 对屏东寄一张批嘛，甲因讲，伫遐什么本地社，但即几个社联合起来吼，联合起来啊，联合起来，其实咧小我看无联合起来要创啥，毋知吼。后壁是倒垃社甲倒垃社的人对家庭社一寡纠纷，无法度通替因来调解吼。可能即就是逐个结怨啦吼。啊，即个政务员另外讲，就是屏东吼，伊讲即只伫即只会当找着一寡结石吼，感觉即算保门啦吼，以后会认真去找啊，会寄来互因散布落互因看。啊，所以阮拍算要写批转去，互伊安尼甲讲，对，你爱去加找一寡即种结石，而且我遮佫寄一寡散布落是即种地膜，麻烦你去找看卖啊，看你有找着即种物件，拜托你紧找来吼，阮要送转去巴达米亚来试卖。好，第二段故事是另外一个政务员 Nicholas Renius 顶个月所写的，伊讲。伊带一群人去甲即个塔吉国社，因为塔吉国社就是有一寡纠纷嘛，下面一寡纠纷，所以去遐拍算要按证要叫伊讲，你着爱算甲阮回死礼啦，啊，无你代志大条安尼就对吼。好，后来对来读即个技巧，有一只庞船出航前往厦门，坐60个查甫载去2146斤鹿仔肉，186斤虾仔，50斤乌糖，750斤糖水。这真正袂歹呢，这食了了拢无痰。这是我看嘛，广东，我伫这食的这个Asian Market 吼买的应该是我是伫对买，我袂记啊。我伫毋是台湾 Market， 就是迄个 Chinese Market 吼，叫做浙江。后堡，伊这毋是糖啦，伊这是啥？叫做啥？佛手啥物药？佛手两果，有秋两个吼，啊，食起来软软的咧，真正会化痰咧，袂歹。读个对，750斤糖水，14道大尾，40道米。5600无乌鱼，200担鸡蛋，16担盐，29道子，6拿虾仔粉，11拿螺仔骨，14拿牛的皮啦吼，3拿的姜，有一只庞船出航前往历史，坐50个查甫载去1516斤鹿仔肉，3580斤咸鱼，6120斤乌糖，500斤糖水。20道米，815斤乌鱼子，12560尾乌鱼，25道油豆，两大地膜。我想，我哩。抑有一只庞船出航去片湖，坐35个查甫载去94道米，4道大尾，150斤糖水，4罐烧酒，15道番薯。好，2个1号总算读了，反正我今仔日一工尔读一句吼。拜六载去平静，你是有冷风对北西方强烈吹来，海上有大梦。有3只昨昏出航要前往西南沿海的庞船，因为强风又搁转来取地入港。2月初3礼拜日，安息日敬拜主，早起落寡雨，乌阴天，规工对北方透来真强的风雨雨，因此昨昏来入港的迄寡庞船毋敢来出港。2月初4拜日，透早乌阴风含小昨昏相像。继续吹规工，透规工的风吼，但是无像昨昏遐尼啊强。今仔日收到河马人政务员某顶个月最后一工写来一张批，无啥物重要内容，只敢写讲伊收到阮
爱伊去通知伊迄个地区的原住民，3月18号要举行地方会议的命令，伊会遵照命令来通知因关系的各村社的人口登录表，伊将会伫来即个 provincia 的时阵当作查来。provincia 就是赤坎楼遐吼，迄到位啊。因开地方会议拢伫遐开嘛，所以讲伊开地方会，意思讲开地方会议伊会查来，甲即个人口普查表啦查来吼。2月初5拜二透早安静，天气已经平静落来，微风对西方吹来，乌阴天。阮写一张批由可敬的牧师哦，即个特别即个讲起即个汉布鲁克吼，即个牧师的时阵特别拢加迄个敬称啦吼，敬语吼，由可敬的牧师汉布鲁克带领去南部，毋是，阮写一张批由可敬的牧师汉布鲁克早去南部交互政务员 H. Norton， 这位牧师按照永年仔的惯例被派要去遐巡视教会甲学校的情形。阮伫咧即张批里命令伊爱协助这位牧师 Hembrook 爱策动心灵上的工作。即寡工作是根据去年11月21号议会决议要踮咧遐所策动的吼。你是对北北西方透来冷风，对南部转来迄只名港船。漏水严重到虽然是用即个碰布啦吼，继续不断咧抽水，也真恶来浮去水面上，因此甲该船的物件拢搬空，甲迄寡圆木该落来，甲该船塞去哩陆地，拍摊回吼，倒伫咧城堡头前来进行修理。即个拍摊回吼，即个伫咱进行拄伫个，敢若是礼拜日伫咧读出史线，特别甲迄个摊字吼，每一个词拢甲读过吼。因为摊回即种语言即种表达法伫华语无嘛，所以你袂晓讲，你惯是华语连，你都袂晓讲台语讲摊坏吼。你譬如讲，我拄则看到伊嘛，当然无可能写탄痕吼，伊是写啥？伊是写横卧嘛。啊，我翻译，我就只好我若袂晓讲탄痕，我就翻译袂出来吼。好，2月6号拜三早暗西风猛烈吼，即个猛烈的西风继续透到今仔日，约落伫咧中昼出日，海上大茫。暗头啊，寒风开始对北西方强烈透来，强烈吹来。因为阮发现讲，厝地的新仔人对外面炸来一寡西班牙字儿，无论是整个或者是一半，拢真轻。照目前的行情，无到3号吨的即个价值，即种钱呢，已经伫咧厝地的人当中咧流通。肯定的，也有一寡对北上流入去原住民的手呢。肯定的应该是意思讲，罢免啦吼，罢免嘛有即种代志发生，就是对北上流入去原住民的手呢，就是即寡钱啦吼，即寡文角啊。因此呢，今仔日写一张批互在伫咧乡村的每一个政务员，命令因讲，为着要预防即种欺诈行为，因每一个人拢爱伫咧家己的辖区呢，密切来注意即个代志，并且用中文甲福尔摩沙的语文，以便原住民也会当知影此事吼，就是用即个比如讲新港语啦吼，用伊即个好无人因的语言吼，写的语言，互因知影讲即代志吼，就是400年前即当中着咧诈骗就对咯，伊就是用即个嘛，毋是假钱，即个钱即个成分吼无够啦，无够遐啦吼。哦，公开发布通告啦，吼，禁止使用任何西班牙的即个文角啊。若是有被发现吼违背即个命令，将会被处罚。若是有福尔摩沙人最近收到即种重量伤轻的即种钱吼，会当交付即种钱的人要求应该有的补偿。
今仔日对公司的仓库里交付一批护照互新仔生理人。我时间有够，有个3分钟来看一下。2月7号，这个2月7号读了，咱来看一下其他的笔记。2月7号拜四无算数，北方对北方，持续来透过来，车来了哈。乌阴天，政务员罗顿对南部派2个原住民送一张批来，数据是本国月5号，无偌侪重要的内容。即个写讲伫含本月初送来迄种三普鲁相像的迄种地膜，伫迄边会当买到的真少，而且真贵吼。用一个瓦顿，约略是1.69公尺，是还是169公尺？我毋知伊即个票即个啥物意思？面部即间会当买到2斤即种地膜。安尼应该是1.69公尺吧，敢若会当买到2斤即种地膜，因为迄种地膜原住民所种的真少。迄种另外迄种伊讲的即拉比斯巴萨尔即种结晶呢，伊暗示我无偌久就会当对山顶送来。伊讲迄种结晶，根据原住民讲，是对迄边的野生的山羊港原住民称作叫做 Kidis 就是对即种 Kidis 的威尼来对找到的。伊已经命令当地的人，就在地人啦在地人爱认真去找即种山羊港。伊伫顶个月18号夜间伫大公的树林。大公山，毋知附近被盗走的迄只马，到现在还未找回来，等等。因此，今仔日阮就写批交互上述送批来迄个原住民炸转去互伊，并且炸5匹面部去答复伊讲，会当用即款面部来交易上述的迄种地膜。对公司的仓库交一批盐互新仔生理人，下晡伫日南野城市镇。南边的海港要建造的迄座桥，伫两边来奠下第一道基石就是放即个基础啦地基啦好，来看一个笔记大龙帮，我读做帮啦我读做帮读对啦大龙帮，嘛当写即字就对啦因为我即摆看人拢写大龙洞但是伊爱读大龙帮即田乡遐分享的田乡写讲对伊基本科抄来看啦18世纪进前，大龙帮社全境拢是平埔族人所住。伫遐徛起啦并无汉人，一直到1709年，泉州人才陆续来进驻大龙帮。我对讲深蓝鸟，我袂晓讲春文即只是春文另外我搭即台湾有图的 link 鹿岛石想起就是龙涎香灵兰香啦灵兰香啦先将即个灵兰香用来制作香水，当甲伊用来做药龙涎香即个先我查一下因为我伫遮读文言音啦为什么我无读遮？垂涎30即个涎台语读做言，读做烂就是白话音啦所以我对来讲我是讲灵烂，
，excuse me， 买到读做咸吼，盐烂咸吼，我看伊写良咸香吼，白干字典直接写良咸香、良盐香拢会使吼。良盐香就是一款药仔名吼，干字典那鬼色。西方将良咸香用来做芳水，东方将伊用来做药吼。良咸香是抹香精吼，抹香精啊吼，我一种海红啦吼。抹香精食即个目屎仔了后，因为真无法度分解目屎仔伊个骨，伊个迄块骨嘛吼，所以伊个肠啊都会分泌一种物质来包即个骨，久了后排出体外，佮浮上水面吼，风吹日晒，最后散发出神秘的香气吼，叫做良咸香、良盐香，介绍一两2万大票吼，这是三立新闻咧写。100只即个抹香精，敢若有7只体内有即个良咸香，所以为什么即个良咸啊、良咸香为什么遮贵吼？你若伫去海边啊，你才注意看吼。你看浮伫海面的水面的吼，摕到你就拿着奖啊，对啦，着大奖。天中遐有写有用即个白话字漂音啦，良盐香甲良。但是漂音是拢读做良盐香吼，我拄则伫干字典看的是良咸、良盐啦吼，拢会使。好，到这，要转来房间，好 ，OK， 感谢。逐工新朋友都无共哦，新朋友欢迎啦吼。阮明仔应该会当继续读吼，今仔日读无几工，今仔读到2月几啊？2月初7吼，安尼明仔再对2月初8开始读起。芭比有啥物要公布？芭比落跑啊！好，我来开房啊，吼，再见，多谢大家。